抑鬱者多淫，好多人唔明白我講嘅抑鬱症嘅淫係慾望、貪婪，但更多嘅係指中醫上面講嘅六淫邪氣：風、寒、熱、燥、火、濕。點解講抑鬱者多淫呢？一方面喺生理上，佢哋內心嘅想法、慾望無處表達、無處發泄，總係積壓於心。有嘅缺乏家人嘅愛，有嘅係想要更多，但係力不從心。另一方面，從中醫上講，抑鬱症患者表現出嚟嘅情緒低落、精力減退、注意力、記憶力下降，都係六淫邪氣入侵體內造成嘅。比較常見嘅就係濕邪，痰濕內蘊、蒙蔽清竅、擾亂心神，患者就會出現抑鬱嘅症狀。一位患者抑鬱症3年，依家學喺屋企，每日昏昏沉沉。佢自己講，感覺腦入邊好混沌，記唔住前幾分鐘發生嘅事，心情比較低落，成日覺得頭暈，睡眠都唔係好好，全身冇力，食過好多嘅西藥，效果都唔理想。患者食完藥之後咧，經常惡心啦，想吐啦，於是佢將藥停咗。但經過我哋辨證咧，佢嘅舌苔係白膩嘅，舌體肥。治療建議健脾化濕去痰，於是我哋攞柴胡、黃芩、桂枝、赤白芍、半夏等結合針灸去治療。1週之後，患者嘅情緒有咗明顯嘅改善，情緒穩定，面色稍為紅潤咗。3個月之後咧，患者嘅唔適症基本上都明顯好轉，期間仲主動加入咗真氣冥想。目前精神狀態穩定，不適症、記憶力全部都恢復，已經復航。呢個係點解呢？從患者具體情況上嚟睇，患者係典型嘅痰濕體質，痰濕上犯導致三焦不通、心神失養，咁所以需要打通三焦、化痰清熱，幫助身體氣血去恢復暢通。覺得有用嘅，歡迎點讚、收藏、轉發俾身邊有需要嘅人。